台南是全台完整麻仔面积上界大的产地，不过今年受到这风台雨影响，种的时间也延后，加上最近气候无稳定，影响着麻仔成长。西港农会表示，今年种麻仔有申报登记的面积剩140公顷，是这几年来上界嘅纪录，也那这产量也减对半。 规大片青经营的麻仔园，因为麻仔丛产量要变悬，今年平均拢较细丛。西港乌麻仔今年要种的时，拄着风台雨来搅乱，延3礼拜才开始种。最近气候豆豆仔咧转寒，日头光不足，影响着乌麻仔成长，产量真歹，估计减5成。伊这气候冷来吼，乌麻吼所开的花吼，结果吼，迄个籽吼就无油啊，对啦，变轻的就对。 像讲咱的迄个切啊呢，有那个果啊，但是哦没有那个油脂，变一个空炮弹就对啦。西港府是台南种乌麻仔上大的产地，因为种的面积有500公顷，近来受到气候影响，佮加上人口老化，欠工找无人通来斗收割。农民表示，侪有血人拢无要做啊，甚至少年人拢改去种芦笋佮番马，把年代冲击到做麻仔食品的产业。8到10月遐，伊才有种麻仔，伊女又做麻油在卖，即卖今年无种，伊会去甲有种人买。 啊，有种的人，伊做种少，所以伊家己要用。去做的价格，在我们那个理事会决定有差不多130，有提高10块钱。我们去年去做120块。西港农会讲，目前收成拢得爱靠人工，到大个外头靠机械来收割。地区乌麻种植的面积，逐冬咧下降。今年申报登记栽种面积，敢若剩140公顷，打创下近年来上低纪录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